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即马来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首先，咱先开圣诗第9节，万有三甲，自即欢喜。咱来吟2节，第1节、第2节。第2首诗歌，咱希望咱头前若有诗歌本的，咱能甲献开，因为这首可能旋律有较无熟，所以咱即马第1节会先唱2遍，好，拢第1节，好，至管的主，做我的光。旋律就有较熟啊吼，咱刷落去来吟2、3、4节吼。3首诗歌，伫个483首，伫主内无分东西。咱先来唱第同款吼，第1节咱唱2遍，因为这首歌敢若较无熟吼。
作词者吼是一个英国的诗人吼，伊叫做奥克森汉。虽然伊本来是咧经商，不过伊拢定定咧周游欧美甲南非吼各国吼。伫咧旅游的期间咯，伊写足侪的散文甲诗歌，后来吼伊归去拖弃商从文，所以伊写足侪的小说甲诗文。所以伊讲哦，科学使世界成了邻居，但是基督使世人成了兄弟。也就是咱这首歌歌词叫“伫主内无分东西”吼。那这首歌的作曲吼，咱的诗歌本下骹写阿美调，所以咱头壳听起敢若有一点仔原住民的感觉吼。啊，实际上伊这首歌的作曲者是一个叫做大老娘伊所做的，伊是平埔族的洪雅人，算是平埔族吼。啊，伊的丈夫叫做潘大老。伊潘大伊是晚清政府是派驻伫个埔里迄带的官员啦。啊，因为当时迄个地区无汉姓吼，所以下令讲以潘大老迄个潘就做大家的姓氏啊，所以伊的太太叫做大老娘。吼啊，伫个1908年吼，前台南神学院的院长骆维道牧师吼，伊的老爸骆先春牧师。伊抑搁伫个台湾新学院咧读册的时，伊修派前往花莲的凤林咧实习。迄阵拄好拄着潘大老夫妇因伫遐咧巡视吼，啊，迄大老娘就是伊即个作曲者，伊拄趁迄个机会，伊咧甲当地阿美族的信徒咧唱即首歌。啊，互骆先春牧师看着，所以伊甲记录下来。所以伊记录落来，伊甲写是阿美调，啊，实际上应该是叫平埔调是较正确。好，那今晚已经不是很熟的歌，所以我们在唱2、3、4节哈。诗到这。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因为上帝疼咱，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做伊的囝儿归伊。这是伊所欢喜的，是伊的旨意。咱就颂赞上帝应要的恩典，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予咱。做回来吟圣诗第9首，万物三甲自尽欢喜，请徛起来吟。请咱有缘徛地，做伙仰头来祈祷。愿在天里的阿爸爸，因为你疼阮，早你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互阮做你的囝来归你。这是你所欢喜的，是你的旨意。愿要感谢你的疼，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无血统家族的阻碍。无性别、家世、背景、甲种族的隔离，所有实行上帝旨意的人，伫信仰的大家庭内面，拢是上帝国的子民，拢是上帝厝内的人。怜悯阮的上帝，这世间塑造阮的，大有影响力的，就是家庭。家庭是一个互人肯定、鼓励。互家己有价值的所在，也是互人有身份、关爱、成长的所在。毋过，家庭嘛有无好势影响力，互人有感觉压力、
互人感觉有罪，互人心头拍夹，感觉家己永远无够好，就是迄个无认真拍拼，无够有钱，无够有成就，即种无够好的见效，互人感觉自卑，感觉家己无路用，无得来听，互阮惊甲人失去连结，互阮担心软正，互人看见了后，会互人起笑，看做无用。即种惊吓藏伫阮的心内深深的所在。当阮若是愈毋敢去讲这个代志，这个感受，阮就受到伊的影响力愈大。同互人感觉不安的，就是人无接纳家己，感觉家己无得来人听。伫厝内有即种压迫的期待中，阮无法度真做真正的受造。阮会不断的努力，渴望真做一个强的、赢的，会当伫生活中来展现家己的困难。但是当阮做袂到的时，迄个虚假就会偷偷来暗藏家己的软正无够硬。恩典满满的上帝，圣经记载你所以爱的门徒，是一群甲阮共款平凡，容易来犯罪、犯错，无安全，时常出状况，甚至有迄个将你出卖、有戆，阁无得来学习、无得来愿行善的人。我要感谢上帝，你接纳阮的无安全；感谢上帝，你互耶稣基督听这学生，呼召因，阁甲因做伙，塑造因，互因成做上帝国的先锋，是要互上帝国扩展到普世，是要互万国万民来学习你的名。只要阮愿意来跟对主耶稣，就要来得到塑造。求上帝你赏赐阮有这个谦卑的心、学习的心，来受你的塑造，互阮伫参与上帝国的福音内面，成做上帝国的子民。这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误区，亲像阮后赦免误区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敏文第57篇。这篇启敏文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5章。咱做伙来启应。我是真的葡萄树。第二，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受责。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既无连结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做伙来吟圣诗第206首，
至悬的主做我的光，且徛起言。请坐，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感谢你是阮救赎，互耶稣成做阮的大牧者，互阮组织伫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内面，愿你掌权，互阮伫圣神的引带，面对阮真实的软正。用谦卑的心来受你的塑造，尽阮所领受的恩赐来喜乐服侍，互阮来到你的宝座前，欢喜懊恼敬拜。请你开拓阮的心门，通过地牧师的讲道分享，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开朗，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领受新的活命，彼此相听，为主做干净。原来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3章20节到35节。马可福音第3章20节到35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耶稣返去厝内，有一群人，搁聚集起来。耶稣甲门徒煞连食饭拢袂顾得食。伊的亲人听到这个代志，就出来要甲伊阻止，因为因讲。伊精神失常，对耶路撒冷落来经学教师讲，伊是互白色布附身，靠鬼王在赶鬼。耶稣叫因来，用比喻对因讲：撒旦乃
赶撒旦。国家若家己纷争，迄个国家就徛袂牢；家庭若家己纷争，迄个家庭嘛徛袂牢。撒旦若家己攻击纷争，伊徛袂牢，一定会灭亡。无人会当入去勇士的厝，抢伊的财物，就先甲伊绑起来，才会当劫伊的厝。我实在甲恁讲，人无论犯着什么罪，讲什么放毒的话，拢会得到赦免。毋过，无论什么人嫉妒圣神，永远袂得到赦免。伊是犯着永远的罪。耶稣讲这话，是因为因讲，以后邪神附身。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徛伫外面，找人去叫伊。有一群人坐伫耶稣的周围，有人甲伊讲：“你看，你的老母甲你的小妹、弟小妹伫外面要找你。”耶稣应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然后伊对伫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甲因看，讲：“恁看，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时，要来请希曼诗班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至大的主》。万年堂堂。
要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分享，题目是家人的新定义。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宜兰诗班用真实的歌声引带咱来学罗上帝，来敬拜上帝。咱今日的经文来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3章的后半段。读这个马可福音到呾，咱渐渐会发现，马可福音内底这个耶稣，甲咱做礼拜伫信仰的经验内底的个别的耶稣，确实敢若真无共款。是使徒圣经是咱的信仰个别，咱个别耶稣是咱的主，伊是世界的王。但是伫福音书的故事内底，伊若像较接近咱人的生活的经验，伊若亲像愿意，互家己。互所有的人甲伊审查、甲伊判断，群众嘛咧看伊，宗教领袖伫遐安尼想办法要控告伊，门徒嘛伫遐咧观察伊。咱今日经文，伊厝内底的人也开始出来对伊提出评论。当然，咱今仔日做一个现代读者、信仰者，咱嘛咧看耶稣。伫福音书内底，耶稣真低调，很低调。伊愿意互家己去互误解，甚至互质疑，去互勒骂。咱今日经文内底，有读到3段的经文，但实际上是2个故事。这就是马可伊定定真正用的一种书写的方法。或者它叫做三多一指三明治的书写方式。头前第一段讲一个故事起头，然后中插第2个故事，到第3段佫转去原来的故事，所以其实是2个故事。但是马可通过这种三明治的经文，嘛爱咱去想这2个故事中间彼此的关系。今日这个经文内底有2群人出现。因拢对耶稣做出回应。第一群人是耶稣的家人，第二群的人，去用称作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那像真无共款的人，但是这两群人共同的所在，就是因拢对耶稣那亲像展现一种的对敌的一个态度，因也认不出耶稣的真实的身份。咱大先来看第一段，第一群的人就是伊的亲人。伊第一段21节到21节的时阵，用的迄个亲人这字原文是讲，遐甲伊做伙的。所以你也读无共款的圣经翻译本，大家翻译无共款，有人甲翻做亲人，嘛有人甲翻做伊的朋友。但是即句话表达方式就是遐做伙生活的人。我有一个布农族的学生，伊讲因布农族内底有一句话咧称呼厝的人，讲食共吃同一锅饭的人吃同一锅饭的人，所以伊遮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讲伊身躯边定啦，甲伊做伙的人应该就是讲亲人。后来咱读到第3段31节到35节的时阵，甲这2段连起来，咱才发现讲头前咧讲甲伊做伙的人，就是伊的妈妈、伊的兄弟，还有伊的小妹。因伫外口厝的外口甲叫，要叫伊甲因做伙去，而且因伫遐讲，伊精神失常。咱的新的白话字圣经讲，翻做精神失常。和合本的圣经翻做癫狂伊癫狂啊！这句动词真有意思，
犯罪精神失常，伫希腊文原文内底，伊的意思是讲，伫什么的外口，伊徛伫什么的外口。这若用英语的俗语来看，就足容易会当理解。英语讲 ，He is beside himself， 伊已经毋是伊家己啊，伊已经敢若伫伊家己外口。啊是讲另外一个 eccentric 异常，咱反正讲异常，迄 eccentric 嘛是离开中心嘛，伊已经对伊的中心走出去啊。所以，伫遮敢若讲耶稣变做另外一个人，毋是伊原来的迄个伊。啊，犯罪精神失常，犯罪起笑，也是会使啦，嘛是适当。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伊敢若对原来伊走出去外口啊，啊，真显然，耶稣的亲人听到，啊是发觉到讲，家己的即个亲人表现异于常人，甲别人无共款。咱知影头前的故事内底描写耶稣顾伫遐医治病人赶鬼，连饭都袂顾咧食，伊阁违反安息日的法律，伊阁定定甲罪人做伙，甚至甲因啉食。这故事传转去厝的内底人，因开始会感觉讲耶稣哪会变安尼？可能为着家己的形象还是面子，因想要甲扣转去，无爱互伊继续伫外口做这代志。而且，伊嘛无愿意甲耶稣身躯边即阵人徛做伙，所以经文讲因徛咧外口，干那叫人去甲找人去甲叫安尼。到31节到35节，咱读第三段的故事的时阵，甲这个故事接起来。而遐当因找人去叫耶稣的时阵，耶稣边的人讲：“你的妈妈甲兄弟咧叫你。”耶稣搁一摆用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做回应。伊大声伫遐问问题：什么人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然后，亲像前一摆的会堂安尼，周围的人一个安尼甲看一轮，甲因看一轮，制造一个戏剧性的气氛，然后伊做出伊的结论、伊的宣告。伊讲：恁看，恁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咱会使讲，耶稣伫遮哪亲像要甲即个家人做出一个新的定义。咱今仔日题目，家人的新定义。啊，是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来讲，咱会使讲，耶稣哪亲像咧创造，啊是要形塑一个新的群体，伊要开始一个新的信仰的运动。这是咱今日看到头一个故事。接续22节到29节，讲到第二群人。这个第二群人吼，伫经文内底突然出现，拢毋免介绍，就敢若出现伫咱面头前，而且来势汹汹吼，真像迄个姿势吼。马可甲伊称呼做对耶路撒冷落来的经学教师。哇，这个表达真特别。对耶路撒冷落来经学教师，我听起来敢若用现代话来讲，这罗马教廷派来的教义审判官呢，是讲对西班牙派来的宗教裁判官。咱知影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上出名的，所以这群人的出现表现这样代志。耶稣的行动甲名声已经惊动遐宗教的权威当局，而且要派出有分量、有权威的代表，要来指控伊。所以，咱的经文直接就讲，因来，然后直接控诉耶稣，伊是互别西卜附身，靠鬼王来赶鬼。别西卜这里伫无共款的抄本内底有两种拼法。就是咧上尾啊，迄个字
伊字画无共款，吼，贝舍布啊，甲贝舍巴，吼，这两字小可无共款，但是呢，这两字拢有伊的出处，吼。贝舍布这字伫旧约内底列王记的下卷第一章就出现这字，吼，是鬼王的意思。伊原文其实是苍蝇王、猴神王啊，吼，猴神王。咱若有咧读文学作品，知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吼，这个高尔丁就写一本《苍蝇王》，啊嘛拍这电影是真有意思的一本册吼，咧描写人性内底迄种罪吼。啊，另外一字贝舍布就无共款，伊是一家之主的意思。啊，这个名真有可能是迦南地的传统的古早的宗教的神明。啊，不管这两个字来源是啥物，后来这字伫咱的基督教传统内底真普遍，已经变做鬼王的代表。到中世纪，教会发展出所谓魔鬼学，这个别西卜是迄个地狱内底7个鬼王内底一个。啊，所以这位耶路撒冷落来，这经学教师甲耶稣控告，你是靠鬼王的赶鬼，你意思讲你甲魔鬼的交结啊？对这个指控，耶稣提出几下讲法来做回应。头一个就用这个劣币的反问的方式，来甲伊回应。撒旦哪有法度赶撒旦？撒旦哪有可能去赶撒旦？这是头一个。接落去连续讲3个，若是就安怎，若是就安怎。讲到国家，讲到家庭，讲到撒旦。意思就是讲，无论是国家、是家庭，还是撒旦，内部若自我相争，还是互相攻击，伊一定徛袂牢。所以我无可能去甲邪恶的势力交结。这是耶稣的回应。到最后27节，伊佫定义什么叫做赶鬼。伊讲你若要制服鬼哦，你着爱亲像要去一个人因兜，要去抢因兜的物件，你着爱先甲迄个足勇壮迄个壮汉，爱先甲捆绑起来。你甲制服了后，你才会当入去因兜抢伊的物件。换一句来讲，这是种对立的意思。你若无甲迄个对方制服，你无可能去赶鬼。所以到这，咱看见耶稣对这个指控做出一直接的回应。伊讲：我无互鬼王附身，我嘛无甲撒旦交结，我实际上是撒旦上可怕的对手，我一定甲撒旦对抗。各位兄弟到这，检查咱会当小可停落来想一下，咱为马可福音第1章开始到呾，已经读到足济耶稣赶鬼的故事。今仔日佫出现这个控诉，讲伊是鬼王的附身，伊是甲邪神、甲撒旦咧交结。咱活伫科学的时代，要怎样来理解耶稣赶鬼这项代志？耶稣甲鬼赶出去的时阵，甲伊同时代的人，哪真样会当理解这项代志？就是讲，伊知影身躯有产生一种的改变，迄个邪恶的势力已经无法度去控制伊啊，所以人通得到清醒，人通得到新的觉悟。总是对咱今仔日活伫今仔日时代的人，到底耶稣对这个受赶鬼的人做甚物？因遐人安怎理解这个代志？咱今仔日可能无容易理解。伫咱今仔日的文化内底，颠倒咱会看到真侪新的现象。咱今仔日通俗文化内底，特别对迄青少年做对象，咱知影足侪这鬼怪、吸血鬼这作品，真侪影片，真普遍，真流行。
咱也有咧看卡通片就知影，即个日本的宫崎骏大导演捌拍一部《神隐少女》，哇，迄是全世界非常受欢迎的影片。内底女主角的心路历程，嘛得到青少年真大的认同。哦，所以今仔日伫咱的时代，心灵还是鬼怪，那亲像是另外一个无共款的文化。搁另外一方面，伫咱教会内面嘛有另外一种现象，有一寡基督徒感觉这患着精神病，还是长期行为特别的人，是去互鬼附身啊。啊，所以这基督徒还是这有一寡机构，要用一寡真特别的方法要甲因治疗。咱知影结果对这人患者造成更较大的伤害。今仔日教会提醒咱，真紧将人当作是鬼附身，这是无值得鼓励的思考方式。今仔这个时代，咱应该用更较好的方法来关怀这精神也好，还是长期行为异常的人。倒转来咱的问题，这赶鬼甲鬼附身的这代志，互咱谦卑落来思考一个问题：咱敢真正认捌咱家己，还是咱所生活的这个心灵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真侪咱无法度理解的代志。邪恶确实是存在，而且这个邪恶的势力，有时阵是大过咱会当想象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捌讲，伊观察到人的命运，常常是去互一种真特别、无情、无痛的气力的控制。有一个气力超越咱会当想象。咱只要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犹太人的大屠杀，纳粹这个政权的暴行，咱就会当去想象讲，那邪恶那大到这么大，所以世间确实有邪恶，这个邪恶真奸巧，有时阵敢若人咧运作，但是迄个势力阁大过人，有时阵这个邪恶阁会用迄种非人的方式运作。非人的方式，就是讲通过文化、通过制度、通过某一种团体，甚至国家政府，拢有可能变做邪恶的。所以，咱就要承认、谦卑承认邪恶、罪恶的存在，也谦卑承认伊的势力甲影响力超过咱的想象。不过另外一方面，嘛唔通过头去互伊吸引。巴特心理学家巴特真有意思，伊提醒咱：你若了伤侪精神时间过头，伫遐敢若讲执着要去研究魔鬼，这毋是好代志。因为你不管你做啥物，魔鬼拢无受影响。颠倒更较危险的是，你一直安尼咧关心、安尼咧做的时阵吼，你有可能会去用加入去更较侪迄个魔性的中间。所以巴特讲，你只要知影这样代志就好。邪恶的力量足大，但是耶稣已经甲伊拍败过。耶稣已经甲伊拍败过。咱确信上帝气力赢过，要赢过邪恶的气力。各位兄弟，咱来最后来看，咱今仔日对这段经文会当学到什么款？对咱的迄个课题功课哈，我提出2点，甲咱做伙来思考。伫迄个讲到鬼王的这段经文内底，耶稣有对这个控诉伊的人提出一个真强的回应。伊讲。你讲什么亵渎的话，做什么款的代志，拢会当赦免。独亵渎圣神是永远袂得赦免的罪。
即句宣告，互人有的人读着真着惊。有的基督徒读到即段，咧想讲，我敢无小心会去犯到即种袂通赦免的罪啊无？所以即个问题，值得咱今仔日做一点仔思考。其实耶稣伫遮，并毋是要甲咱讲，什么叫做袂当赦免的罪，嘛毋是要叫咱去判断什么人有犯即种罪。伊连伊的对手嘛无直接控诉，讲因就是犯即个罪。耶稣是提出一个警告那定。即个警告是因为3章30节，耶稣伫遐讲，因指控伊邪神附身。耶稣的警告是讲，你即种讲法爱说你啊！为什么讲我内面咧替我做工的迄个圣神，你竟然称伊是邪神？这是真危险的一个讲法。所以3章30节，互咱对即个什么叫做永远袂得赦免的罪，会当有一个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当你伫耶稣身躯顶认出讲有一个强大的超自然的力量在运作，就是讲，你看到圣神甲耶稣同在的时阵，你阁讲伊是无清气的，是邪恶的，安尼你的罪就可能袂去赦免，因为你已经直接拒绝上帝对人的恩典，上帝对人的医治，上帝对人的赦免的馈赠。伫马可福音内底，咱知影马可毋捌对人有疑问提出批判。伫马可福音内底，你对信仰有疑问，有提出一寡问题，定定是去互讹落的。但是伫遮讲的，毋是你有问题，是你已经做出结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了，你无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在实现上帝国的工作。这种断然的否认，就会将人放入危险的境界。耶稣讲，有可能你会落落去不得赦免的罪中间。所以，当咱面对上帝甲上帝使者的时阵，咱听到的信息，甲咱做出的回应，是非常严肃的代志。咱要真谨慎来看待这个代志。我想这是头一个耶稣今仔日内底伫所谓这讲的话内底上严重的一句话，也值得咱来思考甲学习。第二，要用加一点仔时间，甲大家来思考今日的主题。家人的新定义是什么？耶稣的经文今仔日讲到，当遐亲人惊吓讲，伊已经精神失常。这反映什么款的一个现实？真明显，咱知影耶稣伊的生活方式，甲伊的亲人真无共，甚至甲一般大众也拢真无共。咱知影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有一个中心呐，迄个中心就是你的关心，甲你奋斗的一个目标。那耶稣呢？敢若伊的世界有另外一个中心，所以咱拄仔才讲，伊已经伫伊的外口，伊已经无亲像伊家己。迄个中心是啥物？对耶稣来讲，迄个中心是啥物？第35节，伊真清楚甲咱做出宣告。迄个中心就是实行上帝的旨意。迄个是耶稣伊上关心的代志，也是伊努力目标。要互上帝旨意来实现。对咱大多数的人来讲，搁咱所使用的大多数的时间，其实咱拢是足努力在实行咱家己的旨意。咱拢为了家己咧奋斗，这就是一个咱看做正常的生活。等到看到耶稣哪亲像是失常。无正常安尼，所以耶稣今日提出这个挑战，确实对咱来讲有真大的
冲击甲对比，到底是谁偏离中心？是耶稣还是咱？而且真要紧的关键是什么款的倒一个中心，才会当互咱真正活出真实的人性。上帝爱咱活出的自我。耶稣伫今仔日经文内底，甲咱提出应允：任何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会成做耶稣的兄弟姊妹甲母亲。毋然呢，伊嘛有机会会当活出真实的自我。活出真实的自我，活出真实的自我，就是要上帝创造咱爱咱活出来的情形。迄个要求真简单，就是实行上帝旨意。这段耶稣讲的宣告，坦白讲对咱有只大的冲击。特别当伊咧讲什么人是真正是伊的家人的时阵，咱听到这个话，加减的就惊。所以我最后要甲咱介绍一本册，甲一个故事，互咱来对这个家人来做思考。这本册是英国基督教作家 C.S. 路易写的《四种的疼》，这是伊真出名的一本册，《四种的疼》（Four Loves）。伫这本册内底 ，C.S. 路易伊将希腊文化甲圣经内底所有的用语做分析，发现讲圣经内底甲希腊文化内底讲到疼有4字啊。一字是 storge 就是亲情的疼 ；philia 是友情的疼 ；eros 是情欲的疼；最后一个是agape，是神性的疼。伫这本册内底 ，C.S. 路易斯爱咱去思考上帝迄个神性的疼，甲咱伫人间的疼。中间的差别甲关系是甚物？已经真有意思的，在册内底真有意思，伫遐讲，咱嘛需要学习人间的疼。只有为人间的疼开始，咱才有法度去学习上帝神性的疼。总是当咱的经验人间的疼的时阵，咱才知影上帝迄个神性的疼，是比咱伫人间的经验搁较悬，搁较有理想性的。其中举例来讲，伊讲到亲情的疼，伊讲亲情的疼吼，是上自然的、上谦卑的，拢袂假，因为就是自然亲情嘛、亲人的疼嘛，拢袂讲究，真有包容性。但是伊搁落去伊讲，亲情的疼嘛有问题呢。家庭内底有时啊袂快乐，毋是因为伤少疼，可能是伤侪疼。迄个疼侪到变做一种负担，迄种疼侪到变做一种过头的期待，甚至有时阵会造成伤害。几年前张老师出过一本册叫做《家庭会伤人》，家庭会伤人。所以亲情的疼真要紧，真好，但是伊有伊的不足的所在。相对的，上帝的疼agape是慈悲怜悯、全然付出，无求报赏，甚至愿意通过受苦来完成对方的需要。C.S. 路易斯讲，伫学习疼的过程中间，逐种疼拢有伊的意义。总是人间的疼有伊的限制甲不足，所以咱学习疼，需要为加赞处人间的疼来转化提升，慢慢啊去学习上帝迄个agape神性的疼。这对耶稣今仔日在讲的这个家人的新定义，我想对咱也有真好的提醒。
家庭有要紧的所在，亲情有要紧的所在，但是迄个搁较大的上帝国的眼光，是咱搁较爱学习的。第二个，我要甲大家分享即个加拿大的故事。最近咱也有咧注意国际新闻，就知影，咱的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 （Francis） 最近去到加拿大有5天访问的时间，主要就是为了1870年开始，伫加拿大由政府出钱，教会来主办的这寄宿学校 （boarding school） 的事件。当时，侪原住民囡仔对厝内底去用经济送入去卡车，送去到 boarding school， 送去到 boarding school。咱会当看下面的相片吼。即个囡仔去用夜走的时阵，经济甲即个父母分离。送去到迄个 boarding school， 一间 boarding school。往往拢有带几若百个学生，伫加拿大前后拢总有140间的 boarding school。咱后壁有相片，会使放互大家看一下无？这是囡仔去互车载走的相片，搁落去，下一张。这就是 boarding school， 拢总140间，大部分是天主教办的，嘛有联合教会办的，搁有长老教会也办3间。伫学校内底，咱搁看下一张，这原住民去到迄个所在，用宗教甲听做名义，要甲因教化。结果咱看见，强制甲因原来的生活方式清查。语言、生活方式拢改变做别人的方式。搁有一张，互因宗教教育。搁有一张，搁落去一张然后互因学习工艺、斗趁钱，斗趁钱有收入。搁落去，伫即个前后特别100年的中间，特别有1万的囡仔死伫这个学校内底，真正是自杀，嘛有受虐待等等。所以到2000年初的时阵，这个代志爆发，教会甲政府拢开始道歉，来对这个原住民道歉赔偿，因为已经进入法律的程序，原住民家己。有一个自救会提出控诉，到最后，咱看见加拿大长老教会嘛同款，1994年对原住民道歉。在道歉中间讲起，阮过去就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心态，一种文化顶头的骄傲甲偏见，致教互原住民受到伤害。毋是干那咧boarding school内底人死去尔，这个囡仔。为学校毕业了，转去到社会，啉酒、食毒、犯罪的比率是一般青年的10倍、20倍啊！所以心灵已经受到真大的创伤。这是加拿大 boarding school 的事件，教会面对足大的一个挑战。伫这个过程中间，咱的台湾人的宣教师。校斯德牧师，伊有机会去加拿大 Knox College 读册，读册了，毕业的时阵，这个加拿大的教会甲问，阮有足侪原住民的教会需要牧师，但是因拢袂接受白人的牧师，因为过去这个 boarding school 的伤害。你毋是白人，你是台湾人，你是黄种人。你敢肯去原住民中间服侍？校斯德牧师甲伊的太太，后来囡仔，因就决志去原住民中间服侍，真做一个
伊伫迄个历史上坟的桥梁，咱看因的相片吼。这校务师拄啊开始去到迄个足冷的所在，吼爱坐船，爱驶车去访问这原住民，吼，搁落去的相片。这是伊的教会，伫遐到原住民开始诚做新的，咱讲新的家人呐，吼，超越迄个种族，超越文化，超越语言，诚做一个新的家庭，吼，搁落去。校务师的家族，吼，咱讲去校务师的家族，吼，然后伊为着因囡仔洗礼，甲因证婚，吼，搁落去张，甲因证婚，然后诚做大家庭，搁落去张。诚做大家庭，相对伫过去加拿大即种商魂、教会甲政府的商魂，咱看见咱有一个台湾人牧师去伫遐诚做见证。校书的牧师是咱教会校书文长老的二兄，这是校务师娘吼，校务师已经过身啊，校务师娘已经90几岁，2年前疫情中间伊个。来台湾来甲阮拜访，校务师娘是我的师母惠阳的同学，同学，所以这真水的见证，嘛是咱熟悉的人的关系。各位兄弟，耶稣今日甲家人的互动，互咱着惊。总是咱知，耶稣并无挑战家庭还是亲情的意义，总是伊爱咱。有更较开阔的信仰的眼光，看远更较开阔的上帝国，这是咱爱学习的所在。家庭甲亲人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生活经验。几礼拜前，咱拄啊庆祝父亲节，今仔日咱要庆祝祖父母节，阿公阿妈节。咱会当珍惜上帝所创造的家庭甲亲情。总是咱嘛爱学习，耶稣提醒咱有更较开阔上帝国的眼光，看超越咱的家庭，看见迄个上帝国的迄个大的家庭。望咱继续对这中间做伙来学习。咱三个阿头来祈祷。阮天天人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耶稣今仔日。甲伊个厝诶人，以及甲经学教师诶互动，互阮对信仰诶，过来学习新诶功课，互阮有搁较开阔诶眼光来看社恶伫世界诶角色，也互阮伫珍惜家庭甲亲人诶价值诶中间，也会当有搁较开阔诶眼光，知影阮着爱为着上帝国。搁较大的家庭，也来拍拼来努力。恳求你将这个眼光、甲这个想法，渐渐放入去阮的心内，互阮伫学习的中间受塑造，也受装备，来为着上帝国福音继续来努力，来实现。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483首，伫主内面，无分东西，请徛起吟。
请坐。即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着咱要祝福阿公阿嬷的节日，甲一个音乐的分享的会举行。第二，就是为着郑永文牧师，伊要带团参加 WCC 的会议。第三，就是为着圣经学校负责班的报名甲开课，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要请将有传之事带咱来做结束祈祷。灵命跳堂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祖父母节，伫礼拜后有准备音乐会甲食米。感谢上帝将你的恩典透过阮的祖先公妈一代一代传到阮，恳求你保守因身体健康，子孙有效。普世教会协会 WCC 7年一届的大会，特别伫德国召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差派郑永文牧师做团长，带领东港参与。今年特别因为中国军事威胁，我有机会伫大会说明中国的压迫甲台湾的孤立，恳求上主，互全世界兄弟姊妹了解台湾的处境，成做阮的帮站。教会圣经学校秋季班特别开始报名甲开课，特别感谢上帝差派郑永文牧师来到济南教会，丰富阮的课程。恳求上主感动兄弟做伙学习主的道理，甲正确的信仰。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真理甲公义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家站起来，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咱感谢儿童主义咯，伫即个咱奉献的时阵，特别来安排，互咱提早来领受到即个音乐会的即个内面的音乐。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8月份的职业长老是杨立邦长老。第一项报告，今日是8月28日，阿公阿嬷的音乐会要伫即个主日落来即个举行，10点半开始，甲12点半，拢总有2点钟的时间，煞接落有即个用餐，请咱的兄弟邀请咱的阿公阿嬷做伙来伫主日落来参加。第二项就是陈永文牧师要来即个率领咱的代表团去参加即个 WCC 的即个会议，伫即个7年一摆的普世教会合会的大会。要伫迄个8月31号甲9月7日，伫德国即个卡尔斯鲁尔即个所在召开。陈永文牧师是咱受到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即个受派，去代表来率领咱的代表团，伊是代表团的团长。本身伊也是 WCC 的中央委员，任期伫即个本届9年。要伫即个大会中，用即个工作坊的方式来说明台湾和国际来孤立甲中国威胁的状况，请兄弟为着代表团甲 WCC 的事工来带导。第三项，咱要来请永德长老来报告，就是圣经学校负责班的报名，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投影片可能到后边遐，后面几页。哦，到这。我来代表迄个即马圣经学校来报告。咱看我来讲吼，对咱后学期几个课，主要有几个，第一就是咱的马太福音的第11讲。我遮本来放一个图啦，就是咱的，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卡特总统，伊总统卸任了后，伊其实伊讲伊上重要的关怀是伊伫伊的家乡Georgia的一间正信会的教会，伫遐做啥？做主日学的老师。伊迄主日学就是咱的即马新的主日学，也是圣经学校。伊伫遐做差不多40冬，等于讲伊退任了后，伫遐一直做到前几年，伊外岛无法度去教会为止。40冬的主日学的教师。我想到即个故事，我就想到咱教会嘛是受上帝祝福。咱教会有良信长老，伊对差不多应该是30几冬前，
就开始伫圣经学校就先主要即个工课。伊本身即个开课开了嘛，差不多会超过30档的时间。可能过无偌久，伊会应该会当超过迄个卡特总统的记录。所以即个班咱大家拢若上过课拢知，杨市长伊准备真正的认真，嘛真正的实在，那欢迎大家来报名。咱第2个班就是咱的信用基要的班，这是孙会长有几个课。这个课呢，咱欢迎若是拄细咧，嘛无就是拄细咧，还是讲你想讲你家己需要搁较造就，需要新的信用的锻炼，啊欢迎来参加。咱第3个课是圣经的偏见甲迷失，咱毋是讲圣经是有偏见甲迷失啦，因为圣经内面拢是人写的，有伊的时代背景啥。像我的囡仔就问我讲，爸爸，因为保罗他是不是大男人主义？他是不是那个对女性有偏见？他为什么写现在圣经都是这样子？像我的囡仔就安尼问，所以咱这个课，咱请到地牧师甲地牧师有安排真好的课，伊有安排地牧师、黄春新牧师、甲凯丽老师、顾爱老师来上课，咱会当来讨论一寡咱以前像讲圣经哪安尼写这个问题，像讲圣经敢赞成有奴隶的制度，圣经是安怎？伊在选主数，就是讲是安怎是对男性来选，毋是女性来选，这个问题咱会当直接做一个讨论，欢迎参加。另外就是后一个课就是咱的周间，咱有迄个龙主长老伊开的白话字这个班。拢是长老伊足厉害，伊每届做礼拜时伊拢会当写一个用台语写迄个对迄届礼拜伊有心得，用诗写出来，搁爱押韵。若是上这个课，我毋知是毋是拢主动会当教你以后会当有这个能力来写这个诗啊毋过总是咱欢迎大家来上课，因为白话字对咱实在是真正重要。另外就是咱的韩国的赵牧师，伊伫拜六的时间有开这个生活韩语班，这个课真难定咱大家若是去外口学，其实无遐直接咱即摆你大家是网络上还是学拢真贵的。赵牧师伊真热心来开这个课，这个课我顶下有问过顶多其实若是讲你无一定爱讲会晓讲，你只要会当真简单，伊会当对你开始教安尼对来安尼学，安尼，所以咱大家欢迎大家等来报名但因为落雨关系，所以等下报名所在可能伫办公室的头前遐，因为头前落大雨啦，大家出去较困难，所以大家可能会当对后壁才来出去因为才有迄个走廊会当出去。报名嘛是伫后壁才来报名。以上报告。感谢杨德长老的报告。接来我要来报告第4项，就是新学期要来展开伊的报名，有两门的课要伫即个线内要来开。第一个课程就是处境查经法加妇女圣经的传释，内面的老师是邱凯丽老师，时间是每礼拜2暗时6点40分。第2个课程就是看故事甲讲故事，这是咱单关于牧师的这个课程，要伫拜5暗时6点40分来开课。欢迎咱济南教会兄弟来新学期报名，这内面有优待。网络报名，请咱参考伫咱的这个周报。团契消息。伫今日，这个少年团契是蔡仁杰老师，伊伫主理查经甲分享。过来，布拉伯小组要伫1点半到3点的时间，伫马可楼罗冠伦弟兄要来主理查经分享。下晡的香港团契3点半是普尼兄弟要来主理查经。妇女团契伫拜2。郑金英老师要来做诗歌的练唱，双年团契伫拜5，伫内面是
黄牧师要来带出埃及记第25章，内面有即个庆祝生日的即个庆祝，吼。再来是第6项，啥物小组广总甲信会，伫即个拜六暗时要开放因兜的所在来处理即个查经的活动。第7项，学生团契伫9月初3暗时6点的所在，要伫主理和教室来聚会，内容是以诺要来主理查经。再来是咱的具体消息，下晡伫即个咱大礼拜堂2点的时间，是咱洪秀宫牧师娘潘富美牧师娘，伊安孝主怀的即个告别礼拜。伊伫即个8月初6中昼安孝女婿92年，愿上帝安慰厝内人，也安慰每一位认捌洪牧师娘的同工兄姐。开会消息是第1项，外电部门即个拜六10点要开会，长执会甲小会伫即个后礼拜下晡1点要伫203教室来开会。教界消息，即个马介预计，咱请兄姐有意爱来办公室来登记。全国的社青的即个读经营，要伫即个10月21甲23伫圣经神学院，伫新竹圣经学院的所在来举办。伫咱本礼拜堂有一个9月初1上午9点到12点左右的即个活动，就是总会妇女关怀小组要来办理的一个童年经验的探寻，请即个兄姐来办公室报名参加。伫7星中会的即场的部门要来伫10月初1，伫即个大安长老教会举办一个即个职场影响力的一个论坛，请有意爱的兄姐来报名，请咱的即个特别是牧长一个社青的辅导来报名。以上报告，近期的施工聚会内容详细，请兄姐咱家己看。即时，咱要请题牧师来介绍今日新来的朋友。咱今日有几位新来的朋友，咱来甲欢迎哈。刘以军，伫楼顶呀，伫楼顶呀，欢迎哈。王慧瑜甲吴延法，大家欢迎。郭明正，咱政治大学拄啊退休的校长吼，郭明正校长。欢迎咱新的朋友，咱也互相请安一下吼。做伙来吟圣诗、每遍诗、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要来请题牧师祝祷，请徛起来吟。
愿上帝平安，赶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以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工作，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跌倒避讳，礼拜后请兄弟来伫即个后壁会当庇护的所在，遐有地饼会，然后需要带倒的兄弟，请到即个咱有安排的所在，伫迄个人工会引带，和咱人工唯一来带倒。兄弟平安，因为外口伫落大雨，所以要四散的时阵，咱即个为头前即个小门才出去，咱的东港有备办即个帐篷，和即个大家会当免淋着雨，以上报告。